講完我哋太後啲先，因為咧唔係咗我哋就一齊飛落台啦。因為咧而家咧有啲好重要嘅嘢，就係要多謝唔同嘅單位，去令到今日嘅演唱會可以成功去舉行啊！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準備你哋嘅歡呼聲同埋掌聲，好唔好啊？好重啊！呢個。多謝四個主辦單位，包括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同埋 Show Music Group，更加要多謝樂小姐對我哋嘅悉心照顧。另外要多謝奇人香港，多謝小林同波。多謝寶輝娛樂，多謝三文哥。多謝。跟住多謝 Us American Television Broadcast Limited 同埋 Music Label All About Music。我立北標城啊，大家要拍嘅呢個，係啊，同埋要多謝鐵板嘅單位星傳文化同埋 Wendy， 同埋要多謝天才製作同埋 Edward。跟住要多謝今次演唱會嘅冠名贊助大行假期。同埋贊助係Global Financial Service Limited。跟住要多謝全力支持嘅谷堂谷、新寶堂同埋廣州音樂唐人館 Martin， 同埋演出場地麥花臣場館，同埋票務 Cast Ticketing。亦要多謝興明亞洲工程有限公司負責晒今晚所有嘅舞台燈光、音響工程。跟住要多謝監製海哥、音樂總監 Jackie 老師。今晚啲音樂咁正，梗係要多謝我哋嘅 band members 啦，係咪先？等我哋逐一個介紹啊！首先有我哋嘅鼓佬 Shoot 佬，大家俾掌聲好唔好啊？好正啊啲鼓！跟住之後要多謝 bass 手阿樂 Lockley， 跟住之後要多謝和音 Chloe， 跟住要多謝吉他手 Carson，Thank you so much，Thank you。跟住最尾就係我哋勞苦功高，非常辛苦，瞓覺都唔知有幾多個鐘，星秀差唔多全部編曲都包辦嘅 Jackie 老師，我哋再俾多啲掌聲佢好唔好啊？真係好辛苦，多謝你 Jackie。除咗音樂同埋今晚啲舞都好勁喎，要多謝嚟自 Temple Dance Studio 嘅排舞師 Apple， 排舞助理 Sally、Peter。Wincy、PP、Lemon 同 EC， 佢哋今日個個都咁亮，要多謝負責化妝嘅 MOD Makeup， 多謝 Jason 同 MOD 所有化妝師。除咗妝之外，當然髮型都好重要啦，要多謝髮型設計嘅 Style Pro Salon Carrie Cammy 老師同埋所有嘅髮型師 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當然亦都要多謝幫我哋準備咁多靚衫嘅 Jenny Image， 多謝 Jenny 同咁多位服裝部嘅同事。同埋亦多謝今晚演唱會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，辛苦晒你哋啦！另外，都想代表所有星秀學員，衷心多謝其實係比賽期間無微不至照顧我哋、教導我哋嘅7位導師，你哋辛苦啦！多謝。你哋嘅教導，我哋會一直銘記於心。仲有多謝星秀比賽入面一直俾好多意見，令我哋不斷進步嘅咁多位評判。我知今日舒文老師今晚都嚟咗支持我哋，多謝你啊！當然，仲要多謝今晚亦有嚟支持我哋最用功、最勤力兼最照顧我哋星秀每個學員嘅主持兼大姐姐陳怡丹當然啦，仲要多謝星秀呢個節目所有幕後嘅製作同埋創作嘅團隊啊！我哋想講，你哋係最優秀嘅。當然啦，最後亦都係最重要，就係多謝一直支持星秀嘅咁多位觀眾，尤其係今日買飛入嚟睇我哋嘅觀眾，多謝大家。咁好啦，嚟緊我哋要唱最後一首歌啦。咁呢一隻歌呢，我相信我哋所有學員都有所感悟嘅，因為大家可能喺參加呢個比賽之前啦，都只係學生啊，或者我就在職人員啦。咁就其實大家都懷有呢個唱歌嘅夢想，但係未必有呢個機會。但係好多謝星秀俾咗呢個機會我哋，亦都好多謝大家嘅支持，令到我哋由平凡嘅人變咗做由你哋支持嘅每一粒星星，送俾大家繁星。大家可唔可以借啲燈啊？
保守啊！多謝。係啊，保守啊，開唔到啊，開唔到手機啊！能一朝得志免受煎熬。我也很想被看到，認真努力達到，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登高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？平凡人那麼多，多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誰在結沒有勇氣，或是我眼裏更拼命相信，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。若我熱情已未降，情愛的投降我是怎麼看？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。做什麼都不用盡努力達到，要你替我講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登高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？平凡人那麼多，多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還是我心裏卻拼命相信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。讓我熱情與我傳播，沒有怎麼，人生只得一次，為自己瘋狂，但是從頭就認定去闖，難定路試着走過，憑着我亦可做我的主角。